并且想看大事东北好点秋香。本来确实是真心相爱，也毋过花夫人，伊出身名门，也阮当家只不过是开一间小店而已。经过我再三的考虑，我决定无要互伊缀我受苦，我才会忍受着痛苦、甲思念的心情，不告而别。你哪会知影？代志经过遮尔久啊！ 伊竟然还阁遮尔怨恨我，不过伊会遮尔找哦，找到你嘛，阁你找袂煞。公德啊，你当年的决定，只要若无违背良心，安尼就会用的。你就是有体设想，伊今仔才有法度做一个太师夫人。啊，若无，我咧想，有可能是还阁一个小小的酒馆的女主人而已。 即马，咱撇好甲秋香姑娘的代志，你打算要安怎？秋香姑娘对用伊情深意重，这款的心妇我当然是真解。也毋过，对咱当家怨恨多年的花夫人，伊敢有通凊彩答应呢？你敢无听人讲话？头梳啊，都爱找白梳的人。 好，你来联合起来欺负我，是恁无情，莫怪我不义。阿娘就放心啊，阿娘是足烦恼，讲你伫咧外口，暗时困有好，食有饱无，是毋是有散去？秋香啊，你这回出去，哪会无看到廖林先生甲恁转来？阿娘，你以后迄老师人足好的啊，互伊叫阮吼紧转来，叫阮离开。所以叫阮先转来啦。对。爱家己一个人吼，留咧苏州养病啊。哎呀，廖林先生人伫咧破病，佫会当顾着别人，这实在有影无简单，难得。阿娘，来，这啦，阿娘，你都唔知哦，人外收你，知无？我为着要赶紧倒来看你哦，我走到那飞咧，连吼要休困恁遮地时间哦，都唔甘浪费啦，害我即马吼一嘴大咧。我一个戆囝咧，到食一个茶到偌久的时间，春香啊，紧去旁边有两个少爷啉。秋香啊，你嘛真忝啊，你先去休困啊。多谢少爷。咦，秋香这回倒转来，哪会无啥物共款？人安尼失神，这是怎样？阿娘，足久吼无甲你掠零啊，互你爽快一下。嘿啦。老翻天啊！
太叔，啊，老安天啊，你这人嘛真奇怪呢哈！我伫京城接到你的批，讲有要紧的代志要找我参详，啊，规矩约去厝的就好啊，你约踮遮。歹势啦，太叔，半路甲你查落来吼，因为这样代志袂使互华夫人知影的啦。哦，是啥物代志竟然只干会用的，互我知影？因为我介绍去府上甲两位少爷读书的这个了莲先生吼，伊真正的身份是董撇虎啦。啥物？你讲迄了莲先生，原来是江南第一才子董撇虎啊！无怪我头一摆见面的时阵，感觉你这个学生的文采，并无输你这老番颠呐。是啊，若讲到文采吼，这个世间我干那服伊一个尔啦。伊若讲伊第二吼，我唔敢讲我第一啦。会当请董撇虎来我府来做老师啊，这是我真大的面子。无怪我迄两搞怪囝，若拄着伊吼，钦配我五体投地，讲啥物就听啥物。这我应该都要感谢你才对。是我真奇怪，伊来我华府教书，我是求之不得。啊，伊是安怎要假做你的学生来隐瞒家己的身份呢？啊，若你讲解吼话头长啦，啊，就配合甲秋香两个人点庙遐相赌，吼，啊，在秋香三笑之下，两个结着这个姻缘。啊，配合啊去互秋香的笑容深深去迷着，啊，想要替秋香为一张相。啊，但是唔知安怎吼，华夫人就对董家的人无好印象啦。啊，配合啊不得已啊，为了要隐瞒伊的身份啊，再用这个方法吼，入去府上甲两位少爷嫁接啦。啊，那今嘛伊甲秋香两个人已经爱到要死要活啦。你的意思是讲，爱我甲夫人讲，成全因的婚事？是啊，因这对苦命鸳鸯哦，开始爱了有够辛苦啦。啊，配合因为无法度甲秋香啊结连理。啊，当今嘛呢，为了这破病啊，强要翘去，啊，我嘛为了伊强要翘去吼，烦恼甲唔知要安怎，所以再来求太师啦。你是讲董撇虎病啊真震动，啊，既然病啊这么震动，伊是要安怎来迎娶秋香呢？哦，啊，那这请太师放心哦，因为撇虎啊得的吼是相思病啦，人讲心病需要心药医对无？秋香就是伊上好的药啊，伊若知影讲有法度娶了秋香哦，伊的病一定马上就好起来啊。所以才会拜托太师来成全啦。安尼我后世人做牛做马吼，嘛来报答太师的恩情。大家拢讲你老番颠甲董撇虎是好朋友，又阁是好兄弟。今日你为着伊的健康甲伊的幸福来恳求人，我才真正体会着讲恁两个的感情。董撇虎有你这款这么知己的朋友，使人真新鲜。好，我答应。夫人甲董撇虎只是一点仔小误会，我来讲情应该是无问题啦。恭喜哦，准备办喜事啦！你无骗我，我骗你要创啥？太师亲嘴答应你讲要将秋香嫁予你的呢，堂堂大明朝的太师敢唔使黑白讲话？老番颠，多谢你哦。免甲我说多谢，代志还未完全解决，今嘛华府迄边就安排好啊了，剩恁董家家己的代志啦。你放心啦，这样代志吼，我会想办法找机会，好我苦劝如玉一个啦。啊，我这个老的出面啊，伊上届无嘛有一点仔面子予我啊。嘿，阿妈，你讲嘛是有道理啦。那你出面吼，如玉人敢无答应啦，吼。啊，不过惊的吼，伊唔情愿啦。伊若心不甘情不愿吼，秋香嫁来恁厝吼，甘款爱互苦毒啦。你是董撇虎？哎呀，本来我都伫怀疑了林先生的身份，但是我慢慢想袂到，伊是董撇虎。也毋过，伊来阮华府目的是啥物呢？算在为了迄只虎，撇虎个性风流，伊甲伊阿母身躯边迄秋香，所以毋知想尽办法入来华府，想要接近伊啊。哼，实在真可恨，伊也敢利用华文华武替伊伫咧讲亲。阿母，我是足后悔，当初时无听你的苦劝，坚持要嫁予撇虎。即马才知影讲，东家的人拢遐尔自私，遐尔卑鄙。你还袂记进前，我就甲你讲过，董家伊是卑鄙自私的人，你偏偏无要相信。也毋过你即马已经嫁人啊，但你即马相信我的话，
我敢无法度甲你帮忙什么回信？阿姆，我今日来主要是要甲你讲一件天大的秘密。天大的秘密是什么秘密？啊，都你讲大官过去的代志啊。陆玉，唔准你后白讲。你唔通生气啦，这是我亲耳听到，而且东家大大细细，大家拢唔知讲你和阮大官过去迄大情，而且阮大官佫讲我嚣摆的，伊讲伊到底是讲什么？我是莫讲啦，若无你会足生气。喂，陆玉，你讲，伊到底是讲什么？阮大官讲你是互伊放傻。哼！伊是真卑鄙下流，这款的话伊也讲得出来。啊，陆玉啊，这样代志，还佫有啥物人知影？目前是甲东家的人知影啦。也毋过吼，因准备要从这件代志，要甲阿姆你威胁呢。我叫你将秋香嫁互撇好，假使你人答应，就要将这件代志要甲太叔阿伯讲。你嘛有讲过，秋香是一个查某囡仔，也毋过论伊的气质、相貌甲学识，并无是名门的千金小姐。而且，江南第一财主董必好，甲伊真四过，而且两个佫真相爱一个。你是安怎坚持要反对这场好姻缘？我拢想无呢。哼！老汉典嘛讲董必好为着思念秋香，啊变啊真沉重。你敢忍心看这天下第一财主为情未亡？我求你啦，董必好甲秋香这件代志，你唔通答应啦。我若无想一个真好的理由，恐惊老爷伊袂放弃叫我将秋香嫁予董必好。无我一个老爷，你万项代志拢为别人伫咧设想，咱家己的囝终身的代志，你敢捌家己烦恼过？问你甲你哩，哎呀，今摆还阁细汉啦，阁过2年才讲啦。哈，细汉，哎呀，咱两个囝已经遮尔大汉啦，而且我早就已经计划好啊。咱两个囝其中一个就爱娶秋香，秋香以后就是要嫁咱的囝啊。你是讲文妮甲武妮其中一个就爱娶秋香做某，我哪毋捌听你提起。老爷，咱你规工拢为着国事伫咧繁忙，这小可代志我哪会敢劳烦你咧？搁再讲，春夏秋冬这四香，我放伫咧我的身躯边，目的就是讲要其中选一个来做新妇。秋香内面是我上介喜欢的，我哪有可能将秋香去嫁予别人呢？你是安怎爱一直反对秋香甲董必好的婚事呢？是毋是因为关系到你甲董公德这恩怨？这，想袂到董家，伊竟然遮尔卑鄙，将我过去的代志。伊即摆用这件代志，伫咧威胁你，叫秋香来嫁予董必好。你还相信我？夫人啊，你唔通这么激动啦！你唔通误会董家。其实我要娶你的时阵，早就知影讲，你甲董公德亲门点马之恋。你竟然知影？你为啥拢唔捌甲我问过？夫人啊，咱是翁某，都爱互相体谅、互相信任嘛。我相信你，何必都将较早不如意的代志，搁提起来讲呢？地空大师嘛讲，咱人都爱甲心中的迄个恨，甲放空，咱心中才会当求得平静。你遮尔疼惜秋香，甲忍心拆散伊甲董必好，逼伊去嫁一个无爱的人，我痛苦死了。我会用个互秋香来嫁咱两个后生，但毋过叫秋香要嫁予董必好。这件代志我还阁好好考虑者。夫人啊，老爷，你莫阁再讲，我人真忝，我要回房休困。阿姆，是甚物代志？找我找啊遐尔着急？陆玉，
这个老饭店替东北好咧讲这门的亲事，我看代志会真麻烦哦。阿姆，你毋是讲你真有把握，绝对袂互秋香嫁来东家，啊，即摆有啥物麻烦咧？虽然是讲我还袂答应，也毋过太叔是坚持这门的婚事。好歹我嘛都爱互太叔一点仔面子，证明我翁仔某为了这件婚事拍歹感情。相信我的心思，你应该了解才对。阿姆，你这是啥物意思啊？敢讲无其他办法会当阻止？道玉，你都爱想较开的啦。你放心啦，秋香伫离我的身躯边遮尔侪年，有受过我的严格，应该知影分寸才对。如果若嫁去恁东家，应该对这做大姊知影礼数。阿姆，你顶边毋是安尼讲啊？你毋是讲咱拢是受到东家查甫人欺负的查甫人，无论安怎，你一定会替我出面解决，绝对我会认问。我袂含大个查某讲过一个翁婿。认命啦！这一切拢是你的命，也是秋香的命。我嘛希望讲秋香会当做我的新妇。现在要将秋香嫁予东北好，讲实在，我嘛真唔甘愿。哦，秋香姑娘的图呢？哦，啊，连这有哦，哇！阿兄，连这张也是，无阿兄，你有一个秋香姑娘的图是要创啥？要洗袂哦？阿嬷、阿爹，我甲你讲啦，我的3岁甲2岁吼，拢无要卖啊。秋香的图吼，更加袂卖啦。阿兄，那你为遐一个秋香姑娘的图是要创啥？我甲你讲，结婚迄天吼，我要甲房间拢搭秋香的图，当做我送的结婚礼物啦。哎呀，赞！你这招赞！迄秋香姑娘哦，毋是，爱叫秋香阿嫂啦。伊若敢若看到吼，一定足感动的啦。小姐，你莫伤心啦。虽然过来要娶细姨，也毋过你共款是大某啊。你对我敢无看到？规房间仔内拢是迄查某的相，未娶入门就安尼。若真是娶入门，伊心肝内敢阁有我的心？小姐，恁咧是足可怜的呢。敢讲咱真正无办法做动这场婚事吗？林秋，这几年来，你拢缀伫我身躯边，我对你安怎？小对我足好诶，嘛足疼我，连小姐起来中家，嘛甲我带伫身躯边，会当伺候小姐，是因足个福气。既然若安尼，我有一件代志，想要拜托你甲我斗相共。小姐，有啥物代志你讲啦，我一定会尽力去做。哎，嘘，你家啦？你就是地公？对啦。啊，唔该。嘿，主角啊，这阮兜呢？虽然阮阿爹甲阿娘无伫咧厝哦，嘛是应该阮请你才对啊，那是你咧请阮。嘿，虽然吼，阮兄弟啊对你有淡薄仔感冒啦，毋过讲来讲去哦，伊嘛是算老师的某嘛，对无？所以啊，阮请你一顿哦，这无算啥啦。哎呀，当我请，这嘛是应该的无？过去有真侪所在，对你两兄弟也有较歹势啦。安尼啦，我敬你啦吼，就算讲我甲恁陪做。来，干杯，干杯！秋香啊，你就毋免互我客气啊啦。
等无偌久，咱就是一家人啊。佩好甲你是真心相爱，我就应该心疼你。董夫人，你的意思是？秋香啊，过去吼，我对你有真侪所在较失礼，你都要原谅我呢。安尼啦，我干杯，你随意就好哈。秋香受担不起。董夫人。